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医学大学的前院长，嘛是心脏科的名医赖文德，伊的徛家来火烧厝，甲伊带做伙查囝囝婿甲3个外孙不幸来罹难。高医的体系郭首长今仔日共同出面，代表家属感谢外界的关心。赖文德感念查囝甲囝婿生前对弱势真关心，所以决定要发悲伤为力量，要来成立奖学金来照顾到弱势医学生，要互这份爱继续来传落去。这嘛是做爸母的对查某囝甲囝婿最后的疼惜。5月初3透早，高雄三民区透天厝的一场大火，造成高医前院长赖文德的查囝囝婿3名外孙不幸罹难。先一起讲。不仅赖前院长厝内遭遇意外，高医体系首长出面共同代表家属对外界表达感谢。给我们赖董事以及他家属一切的时间跟空间。赖前院长的查囝，也佮有囝婿2个人生前是拢非常热心，参与偏远医疗甲关怀弱势病人。赖文德希望，互这份爱继续延伸落去，会以2位罹难医师的名义设立奖学金，帮助弱势医学生。他们想要把这份悲伤化成正向的力量，成立奖学金，请大家把送花圈、花篮的相关费用捐给这个奖学金。照顾弱势的医学生，让黄医师及赖医师的精神可以传承下去，让爱无限延伸，没有据点。查囝甲囝婿拢是医生，赖文德嘛是心脏内科权威，一家伙仔济世行医，救治过无数病患。过去的同事拢真唔甘，嘛希望家属会当早一日行出悲伤。